啊，这火条无收起来，我先收起来，这小等才会用着。你讲爆雷啊！对，大家紧放袂记，吼，无看到，无看到。我是 Little Beam，我是 Little Beam。哇，我竟然听有日本话。是哦，是哦，有进步。有进步啊！今仔日要讲的是台语哦。我的那个阿达玛台语是啥？我的脑头脑啊！头脑爱等爱等我来等者啊！就是你讲人爱等日本话，等偌高啊，毋是这爱等。我都等嘛，会使啊！等啦，爱等啦，爱等。无我来等。伤紧啊！才开始1分钟。伤紧啊！才几点？嘿啊！讲话就难呢。免紧张。今日就轻松，当做家己斗。对。好啊。好。我先摕咧啊。会使，你会使摕。我头前知是秘鲁哦。哦对啊，我想讲你应该有爱啉。你知影？对啊，既然知影，我有偷看你 Twitter。先嘿，无啦，想讲也是先甲大家小借问小介绍一下家己，讲我是陈火子安尼。我上无重要，今仔日上重要是另外3位。讲啥这领导诶？无啦。安尼是毋是请大家先介绍一下家己，咱为上倒手边开始。倒手啊，我是你问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安，我是亚斯米迪斯瓦。我台语毋是介认真，就请各位小可包涵。迪斯瓦，好。我小姐今日讲台语。好姐。你是讲话固定爱加一个特殊话是？我紧张的时阵，变甲就淡薄怪怪。紧张就变大小姐，我知影。佫有安尼哦。安尼我想看觅我紧张爱变啥？伫我咧想的时阵，咱请陆山来介绍一下家己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山，我是一身布地戏翁仔。我平常时咧讲台语，我今仔日。有小可，我今日足扫声，可能就是有时阵会小可加扫一下，请大家原谅。扫声敢毋当啉米露？嘛是会使。哦，应该是无差吼。应该是无差啦。恁就是消毒。消毒，嘿啊！报告，体内消毒。哦，对啊。是毋是爱穿一个较强的，安尼较有消毒着？较强的，无泡的迄种的，嘛是会使啊。你是讲97%迄种的哦？人咧喷97%迄地苗之水伤强啊吧？迄敢会伤强？死人！家己嘛笑去。个名都消去啊！安尼咱有请纪林乐来介绍一下家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土水啊社的纪林乐，阮毋是公司，我家唱歌，好啊。安尼好。好，安尼咱今日惊讲大家较无熟悉啦。虽然我即摆感觉应该是无需要，毋过。大家拢做好斗阵，毋过咱也是照例来先算一下算是开场的 game。耶！各位观众朋友嘛是会使甲咱做伙小算者吼。咱今日要算的即个 game 足恐怖的，会流血。会死人。会死人。有影，所有血条伫遮。小等咧，咱就是会照轮吼，的即个 game 吼做我毋捌，小等大家就是会照轮，轮到你的时阵，你就爱讲我毋捌创啥，你爱讲一项你毋捌做过的代志，
啊，另我毋捌外你，你毋捌字，阿嬷毋捌你，也是呃伊晓得真侪代志。今日代志，哇，这经典呢。阿嬷，阿嬷，嘿，毋捌字是阿嬷，毋是你，不是阿嬷，毋是阿嬷。非得小等好啦，若准有人讲我毋捌字，吼啊，另外3位，吼若准有捌字的，就爱扣一智慧，吼扣一粒心安尼，哎，啊，有简单吼，有魄力吼，无无惊死，惊啊惊，安尼咱惊惊嘛无效，咱就直接开始好啊。哦，我是足粗残的主持人吼，歹势歹势。安尼，请问亚斯米，你敢会紧张？我会。好，安尼我先开始好啊。好，你先。好，我想讲你若无紧张，我就先开，我就互你先开始。好啦，卖啦，卖遐粗残啦。好，安尼互你上后壁一位好啊。安尼我先讲我毋捌啊，我想看觅，我毋捌创啥？我毋捌我毋捌得金威奖。嗯，恁敢有得过金威奖？无。无我金币奖出来的时阵，我未出道。哦，哦，咁样呢？对啊，旧年旧年6月迄时阵节目内底无啥物件会当播啊。哦，今年你无参加了对吧？要咧收迄个呢，要会使投呢。哎啦，爱倒啦，写袂出来，写袂出来。安尼咱就无人扣回，哈哈，安尼咱就换落山，请讲你毋捌创啥？哦，我毋捌伫咧一工内底啉超过1000cc 的咖啡，你是毋是针对我？我明白，这心中敢会跳出来？爆炸。对啊，我心悸大震呢，但是我有啉过差不多800cc 的，哦，啊，应该嘛无超过，真济呢。哎呀，这呢，对啊，你对，一直啉。你的会馆内底拢是咖啡无？我的会馆内底拢是咖啡，无毋对哦，对，原来你是咖啡翁啊，啊，对，对，我甲陆山有讲过即项代志，伊的会内底拢加币，啊，我嘛差不多，所以我若欠会的时阵，伊会使关会互我。盖特，嘿，是，对，恁拢是咖啡对。会，咖啡会对，另外2位拢无哦，拢无食过遮济咖无啡哦。呢，我无爱食这苦，啊，哇，我食袂了苦，唔敢食苦，咖啡嘛有甜的啊，无。加做济糖啊，系啊，我直接啉糖就就好啊。无讲啊，咖啡有芳啊，对啊，咖啡有你咖啡敢知影有一的芳，款物件叫做咖啡糖？我食迄就好啊。哦，嘛对呢，巧啦，嘿，有影巧，迄鸟仔伫遮呢，嘿啊，阮兜诶，你要个走去踏伫身躯顶啊，对啊，他会黏伫我的迄个手边啊，伊平常时毋是安尼鸟啊，伊平常时毋是安尼。以前是看到烟斗上，以前是看到烟斗上就走过啊，哇，看到烟斗上就走过啊，哇，是你毋甘嫌啦，阮兜诶鸟啊，应该是介意查某囡仔诶。哇，安尼，阮兜诶鸟啊介意查某囡仔，但呢就是慧姐你是查某囡仔。哦，我 OK 啊，哇，
看是我会安就期待迄怎写？ A B O 对诶。哦，太连你拢知。好，这我接受这个挑战，好，我尽量写吼。对，毋是，我是讲有一工呢，一工会当啉，一工有足侪点钟，差不多有24点钟。啊，24点钟食1000cc 的咖啡，应该是无讲足严重啦。系啊，我一工连水拢无1000cc 啊。你安尼毋对，你安尼都袂使啊。咖啡内底无呢，有有水，时所以阵真正会咖啡也水拢无啊，对水无够，咖啡搁较无。无够啊，无够啦。是啦。好啦，嘿，哎呀，爱啉水啊！好，所以靠着会一滴血，嘿你真够你真准靠着伊一滴血，其他人就袂使。大家先或者啥集中吼，甲我拍好倒袂要紧。啊，来，请机灵豆，你嘛要针对我上，哇，来，请。无啊，我要先开一个地图炮。我毋捌一个人做过开讲的计划。啊好，哈，你做味遐尔久，毋捌家己开讲我毋捌一个人？我开讲过，但是无计划过，就是我无计划过都有准算，无计划过，划过，所以都毋无是讲计划过啥？针对一个物件去讲的迄种计划，啊，无准备主题就对。安尼我嘛无啊，无主题，你无有主题过哈？无啊，我应该算有啦，想着啥讲啥。安尼无单着，哎呀，我应该有啦。我的主题就是甲我所有的主题拢放伫一个迄个转盘内底，啊，转到啥物就讲啥物，这应该嘛算主题。我先靠一滴。这算主题。啊，啊，落山敢有？Podcast 敢有啊啥？ ，Podcast 我是两个人，啊对，好，啊，真好。安尼我就无法度啊！我想我无法度，我已经算过啊，这算落去无单着我无法度。哈，好啦，袂要紧啊，袂要紧，又个是敢若火炬着伤的一日，袂要紧我啦。本来想讲这个范围已经足大啊，结果哎有影，无单着。唉，袂要紧。对小等我先知啊倒，我知就是恁小台嘿，请讲。你知影啥？我毋捌，甲我的头毛拢用做青色的。哈啦，这真正。恁足针对的啊！太逗咧。你真正要甲创我死的，你真正是想要甲先创落的呢？好，我想够看卖。凶的，够凶的。哎，我毋捌，走去异世界做魔法少女。我嗯，我无，我有，嘿，我我知影，啦。我知。你要趁这个机会宣传无？咱无法少女我袂晓讲咧。袂要紧。啊，反正就是空给子这个月怎么讲？我去张一个月这个月28我28号， 28号，28号的时阵，咱无法少女会有一个较特别的节目啊，欢迎大家来看。哦以种，耶，介意魔我法少女讲的，话，爱去看。我要讲话。水，袂要紧。发现大家日本话拢足够，拢会当翻译。正常的啊，基本的。基本好，安尼我爱检讨好。安尼，咱邀请落山，你毋捌做啥咧？我毋捌，哎呦，哎呦，
你搁要针对我，袂要紧啊，袂要紧啊。无我想看觅，我毋捌，穿珍贵甲动物有相关的物件，我安尼敢有感通？是讲装伫身躯倒位无甲动物有有关系的物件。是讲，比如讲有人别安尼哦，对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别安尼哦，别安尼哦。别安尼哦，但是鸟啊，敢有算？破鸟啊，敢有算？无鸟啊，毋是装伫咧身躯顶的啊！哦，啊，我的角敢有算？有吧？你迄条蛇可能有算哦。好，别安尼哦，我无安尼对你呢。袂要紧啊。麒麟鹿应该嘛算是动物咯。别安尼哦，进前有甲鸟仔的耳孔，耳啊，装伫咧家己的耳啊，装伫咧家己的头毛顶过，安尼敢有算？应该有哦。有哦，安尼有吧？哇你拢懂着哦。你家己讲的啊。哇！无法度啊，咱做人爱老实就对啥？嘿，对，哎呀，我都请问人敢是一种动物？是。啊，毋过伊是红啊，红啊，加做迄个人的形，敢算是甲动物的物件装伫？敢是安尼讲的？啥口嘛算啊？因为啥口？哎呀，你哦，安尼没有，哎呀，你哦，这样你要研究。是恁讲的哦，无问题。无问题好，你讲无问题好。无问题，回头加转来啊！你讲我一个，人嘛是算是动物，这点无问题。好好好，要考做会考。小等着糖比起来哭，袂要紧。好，安尼有请。我想者吼，我毋捌开唱歌的台，无超过1点钟的，意思是讲你有开，就是拢超过1点钟。哎对，哦，就差迄一丝啦，我前一工才开30分钟诶。哇，你这针对亚斯米哦，我无针对，我只是拄啊好拍着。我只是想无，我只是想无要开啥。所以就爱开过超过1点钟，但是我无开过，无开嘛过，算是无超过1点钟。敢是安尼？无开过应该就无开啊。都我意思无。若有开就超过1点钟啊。啊！我平常时拢嘛3点钟、5点钟起跳诶，啊，就是迄工就30分钟。啊哇，哇，这我无法度。我本来想讲互大家送分，结果无，我嘛着穿，我捌你嘛着请。对啊。有一摆我要迄个开一下迄个或者鉴赏鉴赏，看大家迄个车的后斗，啊，毋过投稿的人较少，所以我迄工结束了，我就开一下短的歌会，唱50分钟，拄好差10分钟啦。笑死！大家再会，我倒啊。拜拜。哇，我，安尼恁三个家己小台哈。我小台，我小台，我毋捌开过，讲台语为当做是主题的台。你这针对毋对啦。我已经死啊呢，我已经死透透啊。六三那是我六三对来哦。六三个有啊，遐个有啊。我靠一滴血，哇，好，换我。请我毋捌流过底头章，底头章是偌底？我对啊，哦，肩胛头以上。
啊，我无。安尼哦，安尼哦，我无针对伊咧。你会使开始针对歹伊啊。势，歹势，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。哇，哦，安尼，我下当的外观无穿过高中，呵，啊，安怎安怎算安怎算讲？有安安怎有过的算做高中穿过？就是下当的，哦，会叮当诶。翕相的无算，迄上的无算，会叮当翕相的啊，毋无算，过会叮当的这个。所在迄种会叮当的所在，会叮当，会叮当。哦，无就是迄种穿伫身躯顶的，嘿，穿伫咧身躯北北落来，会叮当北北落来，北北北落来，落来啊，北会落来，北会落来啊，北落来哦就无算，啊，好北北落来，在落山就烫衫讲北个落来。大家互相啊，大家互相啊，我无做遐尼有路诶，哇，袂大家当烫互相啊，衫，真互相是啊，我会当哦。哎呦，大家互代志呵我今麦无咧该扑啦，嘛是已经死啊。已经倒啊，嘿，用到啊，啊，所以亚斯米安尼算无？我只有买所在，啊，毋过无搭伫咧我的身躯顶，哦无完全穿落，哦，北个落会来。当北诶，嘿嘿，北个来，嗯，搁有啥？搁有啥？搁有啥？较简单就是我毋捌浸过鸟仔尻川，啊，安尼多好，真困鸟啊，卡中我嘛毋捌，送的我无，毋是送的金鸟的尻川。就差一点点啊，啊，毋过啊袂，若是哦鸟啊来坐伫你诶面顶管，嘿，哦，啊，伊算是有也袂坐经验，伊也袂坐啦，啊，我嘛无哦，主动去浸啦，啊，浸嘛啊袂，以后毋知，好哦，啊未做过，要嘿，倒一工会做毋知，毋知，啊，毋敢保证。要有一条线啦，啊，还袂下过。嘿，有人问你讲你真正无做过吗？我真正无啦，哦，真正无吼有人。你无有人甲你啦，接伊啊？哎呀，哎，伊敢若有摕伊的尻川来互我片，啊，毋过無浸，哦，嗯，感恩呢，干嘛呢？无啦，感恩我可是一呢个，普通的人啦，嘿，啊，感无我恩介意鸟啊，呢。啊，毋过啊是一个人啦，要算是人好，金贵可能都毋是人安尼。好哦好哦，安尼哦，好哦，唉，我，哇，我想看觅哦，哈，你想，我毋捌规头壳拢是共一个色，规头壳拢是共一个色，规头鬃拢是共一个色，嗯，就是嗨我的头毛，毋是干若一个色尔，我有去染过，哦，哦，哦，我嘛有染过，我哦，你迄红色的是头鬃哦，是头你人鬃，是去高中啊？我计是迄个呢，你迄毋是北大吗？我计是北大，无是头鬃，你是头鬃啦。哦，是头鬃好，哦，我为了无介清楚哦，感恩呢伊，就为我的头壳窜出来，毋是头鬃，我是啥物？你看起来就像北大诶，哦，是头鬃啦。哦，是呢，哦，哦，哦，咱呢，即个卡爱嘛是今仔日才知影，我是头鬃啦。头鬃你好，我是会记，哦，是安尼哦，
今日拢安尼调情吼，无要紧啊，我加针对加一滴回两口，我真正是想无啊，我只能为外表开始吼，下手。无步就爱攻击人的外表，大家知影无？对啊，哎死，我出一张奥包。你这，哎，我毋捌一个人去收水，哦，收水，嗯我嘛无，诶，一个人收水介危险呢。伫咧游泳池应该嘛是收水吼，该是嘛迄种诶。无甲朋友去，都算啊。我足久，我超过10年无收过水呢。我无要出门。你看上问题，哇，送婚哎，你看我毋捌食过面无泡烂诶泡面，啊，无说你泡伤久诶。毋是无，我诶泡面拢是迄种泡甲30公分钟、1点钟诶迄种，啊，我无食过拄啊好3分钟诶。哦，但是你无食过正常的泡面，嗨，我嘛无呢。我拢泡咧啊，去拍一个电动来煮一个物件，我就就来食呢。啊，泡咧去洗下身躯、洗下衫。嘿啊，哇，哇，哇，就是我啊，太哇，不一样有。可能，有可能你无食过拄啊好诶泡面，对啊，无太我无，面就现在大起才当食，我拢啊就泡咧恁去啊。没啊，拄啊好会当那一定直接啉。哈，伤咸啊啦，确实，啊，卖专家儿啊，哦嘿啊，凡事拢是爱食掉诶。知影。哎呦，哪个问我？我想一下哦，看你讲究啊，无咧。好，我即摆无爱针对外表啊。哦，我毋捌，哎呦，会哦，我毋捌规工拢无讲过一句话。我嘛毋捌。有讲过一句就会知对吧？有讲过一句就爱靠回。有讲无讲话才爱靠回，歹势。啊，哦，你这上问题，啊大概咯，家己甲家己鸟仔讲话嘛是讲话嘛。啊对，安尼无问题。刚才毋是讲鸟爱听有遮准绳，安尼就较困难。我鸟仔听啊，我鸟仔拢知影我伫咧叫伊啊。哈，啊，哦，有听讲鸟仔拢足巧的啦，伊若看起来听无，可能是假做听无。我鸟仔拢听有啊。敢若是哦，安尼安我啊，即点嘛送分。安尼我本来想要针对，但是要针对的人已经死啊。我毋是，换一个讲法，看会当弹着另外一个无？哦，我无家己饲过动物。哦，饲动物咯，迄种一个月以内的敢有准算？算，因为我咧我有饲过。撒哟那拉，撒哟那拉。等，一个月以内是啥物意思？饲无超过一个月。蚕宝宝迄种吧？无超过一个月，因为迄当阵是阮阿嬷去开刀，我帮伊照顾。哦，安尼，哦，别人诶哦，安尼敢有别人诶无同啊。我是讲家己去饲诶啊。啊，那安尼撒哟那啦。靠回啊，这听我
无啊，哇，哇，我毋是家己饲的，无要紧啊。迄是别人兜的，毋是吗？阿嬷兜的是阿嬷讲，阿嬷刚讲是别人，你阿嬷刚讲是你别人。喂，有这算阿嬷的是吧？啊，歹势，我今仔日头壳无啥清楚。哦，平常时是阿嬷咧照顾嘛，平常是阿嬷咧照顾嘛，啊，毋是你照顾嘛，哦，安尼算阿嬷的。无算啊，严格来讲算阿嬷，阮较严格啊。啊，安尼就是我我今日还就袂还袂啉着咖啡啊，哇，无大着其他人，针对着一个尔。啊，还是有吼。无一边。你的鸟啊吼，哇，我家己的鸟啊，毋是甲别人做伙饲的。无我的查某囝就是我的，伊是阮某。啊，你的查某囝是恁某？是你查是查某囝嘛是无？你爱确定哦，哦，等下都黑黑。哇，毋是无，啦，伊是鸟啊，伊无互迄叫啥物啊？啊，无要紧啦。我的手你电话越来越紧啊哦。伊家己拢讲会当啊，对无？啊，伊会讲会当我。就要系啊， OK，我就要摕着电话啊。咱我袂来，我毋捌甲查甫人唱过歌，你毋捌甲查甫人唱过歌？嗨，是伫咧平常时嘛准算都还是 VTuber 诶顶悬，VTuber 啊，我无甲查甫人哦。嘿，我想有啊，我甲阮兄弟唱过歌。哇，无伫家己兜讲准算，啊就第一遐。有同齐，有节目，也是有 cover 拢算。好是啊，哇，恁拍甲足平均的呢。哇哇，刺激！哇，大家拢存一滴。哇你啊！哇，我你当讲紧人的外表。捌哎哟，我想看卖诶，我毋捌。哎哟，我即摆真正头壳空空诶。哇，我紧倒来。你咖啡来啊？我今仔还袂啉着咖啡。我毋捌伫咧咖啡内底加过牛奶糖加优格以外诶物件。哦，以外的物件，惊着。等咧，咖啡牛奶糖还是牛奶加糖？牛奶加糖，哦，我想讲牛奶糖。牛奶加糖。我若有用咖啡加入去宫保鸡丁食过，毋是麻婆豆腐爱食过，敢会使？敢有准算？你是甲咖啡加入去豆腐，应该毋是甲豆腐加入去咖啡，应该是无算。哦好，安尼我嘛是加糖加奶尔。平常就无啥物伫咧啉咖啡，应该是无要。毋对，我有啉过些鸳鸯咖啡，迄是加。哦，迄是甲牛奶茶，迄有茶。牛奶茶，迄有茶啊！哇哇，开掉了电话机啊！那啦，さようなら，今日主题さようなら，さようなら，ありがとう。什么意思？多谢你的牺牲，所以阿里嘎多。嘿嘿嘿，好，
咱拢敢若剩一滴血啊，小台小台哎小台，小台啊，但是知影嘛，即嘛是我的回合。哦，噔噔噔噔，掠光哇头看马小台，我哎对对对，哇哇，我，唉，真正就歹想诶。爱想一下，家己有做过吧？哦，我想一下，哇，我，唉，哇，好，我要来嗯，哦破釜沉舟。哦，吼，这若无我就想无啊。我毋捌伫我毋捌伫罢免迄天投票，哦哦，吼，哦，因为我的所在无无通投。无通到歹势，阮兜嘛无通斗诶。啊呵，啊！好，哇，无交啊！诶，我跟你讲，逐个拢有通投。去我，嘛无遐济所在通迄个，唉，我毋捌一摆食超过3粒布丁。啊，送会安尼，伤济啊吧安尼会，困去吧？安尼会迄个呢，伤济啊吧，会分去呢，伤济啊吧，结果拢无哦。无。啊呵我，上个礼拜一个大粒的。哇，嗯，诶，红啊，创啥？你做啥？害我足紧张诶。迄出叫啥？我想者，针对人的种族咧攻击布哦，袋戏，我感觉若是讲家己有做过诶代志，敢若较简单；讲家己无做过诶代志，就颠倒想袂出来呢。嘿无做过，为根本就是无想过要安怎做啊！哦，我毋捌看过。但你家己免怎讲呀？我毋捌看过当离第二季后壁的部分。我感觉所以你头前有看看过啊？我头前第一季呢。啊！哇，哇，有够针对啊吧？哇！这真正无错吼，我睇死啊！啊，笑，哇，做歹人真难。安尼，落山嘛转来啊！哇！算是呀，麒麟鹿你赢，啊，我原底拢有准备真歹算。针对恁大家针对呢。你讲看卖，上头前就死去啊！我歌会毋捌唱过萧煌奇老师的歌，哎安尼啊，哎，啊！个啥我毋捌搬布袋戏，有够针对吼。哦，这有啊。你这个针对跟我这个针对差不多。差不多严重是，差不多严重。应该是无结完寿啦吼。啊，我歹无讲，啦，我甲落山上有完寿的，大家若定咧看就知。袂吧，袂吧。无啦，讲笑讲笑小，肚会着。嘿啊，拢定会联动，拢会拄着。
无紧。是诶，安尼我感觉咱四个人感情愈来愈好安尼。袂歹啊，用小材料啊，嘿啊，拢有小睇过啊。嘿，有小太过，嘿，叫做啥物？爱相拍才会变好朋友。诶，对啦，嘿，无对，无拍你毋捌啊。是是是，啊会更内底是咖啡的两个人拢老大，嘿，老爸爱补充咖啡啊。无对，好啦，我想讲，若准大家一时毋知影要讲啥，我有注意到最近风台哪像足济呢？哦，这敢若山诶，对嗯，啊，这敢若山。大家敢有啥物甲风台有关系？一寡记忆，还是一寡回忆有无？红台有一摆我去台中佚佗，哦，啊，当阵拄啊好风台到，啊，就大雨大甲咱山，我迄阵有出门，啊，迄个咱中港路嘛，毋就大一条嘛，哦，迄中港路淹水，迄敢若一条河诶。哇，哎，你是驶船还是驶车？我惊咯，顶面诶，我毋知影是驶船是驶车，飞是伫看水因嘛是，嘿，我看因嘛是驶了真舒适，奇怪，哪有法度驶？安有法度驶？真搞呢？哇安，尼算敢算一个人伫咧外口受水，诶安尼无算吧？哎，诶，无算我无落啊，你无落啊？我无落啊。哦，安尼，啊，哦，我甲朋友出门，哦，安尼无法度，安尼无法度。冷静诶，啊，较冷静诶，啊，小太太袂线呢？来到遮哦，我是有想着，无算吧？我前一阵仔诶代志，就是我遮嘛是有小可要做大水，啊，就是迄个上大雨，就是嘛是共款雨，就是落甲足粗，拢足济水诶。啊，我着困到一半，着毋知影是安怎，我着望着我诶迄个枕头着澹，我着想讲，夭寿哦，我是流汗流足济，还是安怎？结果举头看，哎哟，迄天棚着是咧流水。要求嗯，啊，伊是无讲一个足明显的空，还是徛，就是无。啊，毋过伊就是会，要安怎讲？滴水安尼。积水出来，嘿，是。啊哦，你有拄啊好经验无？伫咧家己的头顶悬，对，就是困啊，佫会使顺便洗头安尼，哎呦喂啊！袂歹。哎，方便哦，嘿，袂输伫迄沙龙有无？你着倒伫遐，毋当哦，迄水垃圾无？嘿啦，迄水垃圾无？嘿，啊，即摆还袂解决。啊哎，跟我共款呢。啊，差不多，因为迄做歹解决诶啊！你迄叫师傅，啊师傅该掠掠流水，俩老，哦，做歹掠，迄做歹对掠，啦，哦，用比掠我较早，较歹掠。我较早有一摆是，迄个时阵已经有高铁啊，啊，我要阮兜要转去婚林，迄个时阵就是，阮较早拢是，迄个时阵无婚林的高铁站，阮是拢是坐落去家己了后，搁想办法转去咱兜。啊，迄个时阵就无法度去到家己去，阮着坐火车到斗六迄个火车头。哦，但是阮兜是离家己的高铁站较近啦，着为斗六等于搁较远。哦，啊，我会记人就济安尼。哦，风台东西啦，坐嘿坐啊无大，无想家己赛车吧？哇，我家己赛车拄着风台，拄着风台嘛足危险诶。哎呀，嘿啊，
路边的看板就会甲神过来。哎呦哎呦，嘿啊。进前敢是旧年还是今年？台风的时阵，花莲遐有一个看板跣落来就安尼迄要讲啥？公司人。圣流人哦，嘿啊，嗯，花莲嗯遐的。是哦，那就有看到新闻的款。哦嘿啊，嗯，敢若是互你输引导。哦，那就有印象。嗯，哦，风台天就出门就介危险的，伫咧厝里就还毋过厝里天崩个漏水。不是，你若出去，你就连天崩都无。厝内厝外拢是灾害。嘿啊，伫咧厝里就爱看着遐压重的物件，要收煞就收袂了。嘛是嘛是。爱摕物件去神。诶，恁敢有拄过就是厝里做大水的即种情形？我无慢呢，呢。我嘛毋捌，较幸运。阮兜较悬。哦，阮兜紧就嘛较悬，拢用袂着。我其实嘛毋捌。啊，啊，较早安尼好啊，安尼好啊，安尼好啊。太好啦，安尼。敢若饮水嘛好敢啊。若我是阮兜嘛是阮阿嬷饲鸡的鸡条啦。嘿，我拄则讲我家己照顾，就是花鸡甲鸭啦。阮阿嬷有饲，哦，较早哦，但是即摆无啊啦。敢若旧年有一摆较严重的风台，了后阮有倒去看，着阴足悬的。这真正好佳在阮无住伫遐，好佳在遐已经无人要去啊。鸡甲鸭咧，已经无啊。已经无咧无咧饲啊。饲啊吧？哦，系啊，是旧年收到的，还是本来就无啊？差不多3-4年进前收走的，即摆遐着空的，好佳在无物件啦。哦，无灾害，所以无啥物影响着。哦，但是嘛是整理，咁嘛爱整理。无呢，咱着阮兜着囥喺遐，嘛无，因为水拢已经退啊啦，遐嘛无囥啥物物件，所以拢是刷水摕是刷，系啊，但是遐本来着拢是沙土啦，因为遐本来着拢饲鸡饲鸭，本来着垃圾的所在啊。就无差，系啊，你无差，无影响。就是迄壁有迄个饮水的迄粉尔。哦，其他无差。哦，之前敢若有听过，遐个饮水的粉，敢若会当去请补助，还是啥的？有即种代志？请恁兜有饮水有受害着，敢若着有补偿金干。但是遐就是拢无咧用安尼，嘛是，敢有准算？这我就毋知，我敢若有看到即款的消息啦。应该你甲翕甲敢若有受灾嘛，会使吧？安尼就是假的。你规块壁拢会用甲安尼嘛较困难嘞。我是知影若像你若是种菜还是啥物的，你若像是会使向农会，就是写讲你按算，就是今年种偌济菜，按算会收成偌济。你若是有照伊的规矩有去写，安尼若像是会有啥物保险的款。毋过有的人就是要是会偷种，就是伊其实是有分配讲逐种菜爱分配，就是你就是比如讲，若足侪人咧种高丽菜，安尼你其他的人就爱种别项，毋过有的人就无咧管这，所以伊写的甲伊实际上咧种的是无共的，安尼就无通迄个领迄个保险的款。我是无做详细了解，毋过若就有听过有即种代志的款。大家厝里拢有种菜咯。我无。我是较早阮阿公阿嬷，我嘛是。即摆无啊。你迄阵迄鸡鸭是会掠去刣肉安尼啊？
迄阵是阮阿嬷饲身体健康的啦，就是伊敢若鸡5只鸭5只尔。啊，迄阵伊生公眼去开刀，医生讲袂当顾着迄种垃圾的物件，但是你咧饲鸡饲鸭，迄风吹来绝对垃圾的啊。对，迄当阵着我无找头路，找着敢若我无找着头路，我着来顾阮阿嬷。啊，竟然是安尼。但是好耍啦，迄种好耍。唉，就是就好笑，就是讲。平常时咱毋是拢讲阿嬷会惊孙去咬着创啥的，嘿嘿嘿，结果阮阿嬷是惊伊会鸡甲鸭咬着，逐工叫我紧去紧去。叫孙鸡鸡甲鸭才是亲生的。哇紧去孙坏掉，哇，紧去孙坏鸡鸭条。对，哇，绿壳车讲伊会奥多摆去互吹互倒，哇哇哇，哎呦，哇，哎哟，迄真正是，这恐怖呢。是伫咧徛的时阵，互风吹倒。我看嘛哦，洪台人迄天，洪台来迄天是剩无偌济工会使准备考试，一定爱去。结果风大到甲伊机车吹好倒，暗时7点徛转去倒落的时阵，水淹甲伊的小腿，转去的手机枪来拍伤伊的骹。安尼应该是徛咧倒吼，哦，毋是呢。要徛的时阵才发现倒去哦。你无跋倒就好，车倒去啊，车倒去。嗯，毋过风甲人吹互倒是足大的呢。毋过有时啊，若透大风的时阵，骑车就会讲要倒要倒。嗯，嘿呢，倒的时阵边仔若是有别个车，就人就无安尼。啊对啊对啊，足恐怖的呢。对啊，嘿啊，尤其是桥顶，嗯，桥顶足济，喺风尽头，哇，讲是做大风水，台啦。啊，毋过正正地动的时阵，我有听阮朋友讲，伊骑车伫咧等车红灯，啊，地动就突然向来嘛，伊啊，就互地动摇甲倒去。哎呦，哇哇哇！嘿啊，啊有安怎无？敢若是有旧人是无安怎，就是大家拢倒去，因为大家做伙地动啊。哦，恐怖恐怖！哇，对啊，也是，我是敢若家己理财啦，啊，甲风无关系，袂当怪别人诶。啊是，家己理财。啊，我头一摆，骨头断去嘛是家己理财断哎呦哎去的。呦哎呦哎呦！哦，够也是疼呀，较早我骨头无代志。也是，上要安怎讲？一开始我毋知影家己骨头断去，过了一礼拜还是一个月，迄个骹肿起来嘛，肿起来拢无好，搁去看医生看才发现断去啊。啊哇，啊！这一个月拢用断去的骹。对啊，敢袂出听是听，毋过我想讲，要着乌青囥咧就会好。诶，啊，就一个月啊袂好，我着去互医生看，就断去安尼。那样搞定来，所以你理财那才故意啊，完全无去看医生哦。有啊，一开始医生嘛有照迄叫电工无，啊，毋过无照着，啊，无照着啊，伊个所在较是角度的关系干啦，我原来对无？啊，我伫讲啥？有这你的骹，毋过无照着迄个断去的所在。嘿，对。啊，诶，哦，要拄系安好，尼，第二摆去照的时阵，照较全面，哦算了。嗯，哇这，拄好，哎哟，这算淡薄仔衰呢。啊，毋过即马骹骨好好啊，无啥要紧。好啦，我会当用迄个断去的骹行路一个月，无要紧。你嘛毋是普通人，你嘛该搞呢，这伤故意啊！你嘛该搞，哇，啊，医生就讲无代志啊。那好多啊，惊死，结果毋是真诶无代志，嘿
是发现的时阵嘛？毋过你落尾发现了后有安怎无？有拍一下石膏啊是？有啊，就甲我的骹拢甜起来，佮有拍迄像骨尖还是啥？有啊钉是因为钉哦，嘿，有你着，钉钉啊，啊嘿，有哇着。哇，哇，这是等甲做，应该是有小可严重才会安尼吼。是安尼啊，嘿啊迄就严重就会当行，还会当用。各位当用好，我毋知你讲钉啊的呢，骨头是哪有法度行一个月？我毋是腿，迄是啥？毋是大只的骨头断去。哦，哦，你是哦，这位，你是哎讲所以小骨嘿，较细支的骨头就是会当用啊，佫会当用就无你要紧啊。讲大腿有两支，还是较细支迄支断去啊？毋是腿遐是甲涂骹接受的你叫骹骹盘底骹底遐，嗯嗯嗯哦不，要紧啦，小骨头尔啦，哦，即摆佫蹦蹦跳。嗯，对啊，毋是故意是输故意啊。有影是可以， super 高意真正是故意。哦。开始想我有倒位捌断去无？角哇反正医疗断去，你是你家己毋知影尔。有你诶的，反正你好啊，结果拢等于若是家己好啊，有时迄离地线会断去，毋是迄种等于啦。每一个不是那人种每一个人拢会啦。迄着加减拢有即种机会。嗯，好啦，大家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啦。嗯，我感觉伫咧外口徛倒摆真正是足有压力的，对吗？就是车真正足济的。我都市囡仔，我是感觉我拢足有压力的，所以我后来我就直接去赛车，我就无徛倒摆啊。恁徛学倒摆，敢讲会弄车帮？车帮？哦，车旁车芳胖车帮还车帮？看情形诶，赶时间无两嘛袂使。但是变做你若要两，你得爱看详细，袂晓学袂两。我细车帮你驾车帮你才会弄。上无我家己爱有法度，爱有把握过啊，若无把握，我就会动来啊。差不多嘛，一台半吧，我的车快，就无买是公车也是刷石啊车迄种较远的啦。公车我电脑无啥惊，公车电脑我袂惊，因为伊的迄个界线较明显，但是若是刷大只车，迄我都毋敢，因为迄有风压，迄甲输入去，迄无法度。公车电脑无袂讲还好，对，公车电脑还好啊，因为伊较袂有迄种风压甲输入去的情况。以前大部分嘛袂使足紧的，若读遮的时阵。哦，是。毋过确实吼，就是大家毋知影敢有咧骑机车，着爱注意，就是大只的车，若行足紧，伊就会伊就有一种迄个会甲你吸入去的迄个风啦，所以爱注意着对。对啊，爱注意的意思就是闪较远的，闪较远的真正。毋是叫你去试看觅，注意看觅有敢有迄种风，毋是。卖挖过，别当，卖挖过。我家己嘛是，我咧生活的即个所在嘛是，我感觉足侪人赛车拢足恐怖的，可能遮的人足侪好啦，莫讲伤济，毋过非得就是有的人就是要迄个做啥，要弯的时阵，
无咧拍方向灯诶，有够济。想要挖就挖，嘿，要挖就挖，佮有迄种这种做咸诶，无出来害人诶，嘿，啊我先正边拍倒边，啊嘛有，啊，佮有迄个先挖弯接拍诶，就是讲你安尼拍甲无拍，毋是共款。你拢切过啊，你才拍，对啊，而且拍几对下，规啊，片卖拍，新猪白，是，真正诶。啊，会刷当诶新猪白，哎呀，足济啦！啊，像讲小等半暝诶时阵，火色下班，我拢会骑车去甲载。啊，阮遐半暝诶时阵，佫有一种足奇怪诶情形，就是我有一个所在要正挖，啊，迄个所在拢会有想要倒挖诶人，因骑车拢会骑甲，就是阮即边诶车道啊，啊。切西瓜迄种，对，啊，切甲足济，切足大地。所以我要正挖诶时阵，我就会看着伊向我驶过来，我就想讲靠腰，对，你是北方人，嘿，迄真白目。对嘿，真正欠检举诶！嘿，啊，你有减记无？我逐摆看着声呛声，我骑车诶时阵拢会变甲足够受气诶。我真正离地线就转去，我就拢会大声喊讲啥物？你会晓骑车袂啊？驾照摕转去啊！嘿，要骑车卖出来，叫鸡腿歪啊，对啊，嫌我一支不鸡腿。要骑麦去，不要骑麦去啊，诶对出困的，对，我即摆迄个哇，情绪愈来愈袂晓控制，拢会共呛声。嘿，啊，你呛声敢有互人安怎袂转来去？无呢，因为我呛了我就走啊。啊，我输啦无人，甲你炸落来，无我输啦。啊有一寡人会甲你录诶啊，哦，我会看呢，迄看起来迄个汉草较好诶，还是有车字诶，我都毋敢。我输啦，我真正输啦。嘿迄种诶我就检举尔，迄种诶我直接检举较紧。嘿啊，有诶是迄个阿伯啦，还是迄个啊，就是阿伯，也是奇奇怪怪诶少年人，看起来我较无咧惊，我就会甲呛。奇奇怪怪的少年人，毋是搁较恐怖？哦，毋是讲迄看起来有食毒，无遐奇怪，无遐奇怪。哦有诶真正迄骑车看起来都是有食一寡怪怪诶物件，毋知影食酒还是啥物。我迄离较远诶，我无想要互伊请伊食弄土豆诶，叫你食土豆，会惊，阮遮应该是无土豆，毋过会惊。嘿，恁诶车顶悬拢有，迄叫啥？警车记，记录记录器。器无，听落去啊，我无到，哦，啊，嘿我想讲所以我骑车就是伊，哈，因为我有豆就是想讲一方面就是保护家己，因为有时真正是人无照规矩啊，毋过你若无证据就麻烦，所以有豆啊。落尾就想讲，既然拢已经有豆啊，啊看着迄真正做喊果诶，就真正爱检举者，嘿，来这或者为民除害，嘿，有一寡人就知影即项代志袂使做，伊做了忘该检举，伊该骂迄个检举伊人足。济啊。你是伤过无聊哦，伫咧翕食诶。嘿，对，佮伊讲啥物？政府足欠钱诶，连这都要检举开单魔人，嘿，嘿啊，都你就毋是啊，卖做，就啊你卖做做。嘿啊，对啊，足咸诶呢，足济。我今日看到一个秀字是，伊要停车，啊，结果有一个人插伫遐占位，啊，这袂使零吧迄种。迄嘛袂使啊，这应该是有规定讲袂使啦。袂使啊，迄不人会当迄伫徛500，伫咧车尾。迄500箍，哦，迄500箍，迄500箍，有去查过就是。伊迄个秀字内底有讲，哦，安尼袂歹，安尼袂歹。因为毋是讲逐个人拢会去记遮个，啊，若是有 shorts，直接甲大家教，安尼较紧。迄我讲，但是警察到你报警了，警察到可能人嘛选伊。啊对啊，你嘛无，对啊你嘛摕伊检无法。迄检举拢嘛安尼，迄临停迄拢安尼。而且路边看到有人黑白停车，拢会去检举哦。我是无啦，我嘛无一定呢，我会看啦。我知影有诶所阮兜会在，这呐。你是会当直接翕相，啊，都有 app 会当检举，啊，毋过若像毋是逐个县市拢有，啊是，嗯，我无确定嘿。
啊，我知影我有朋友是小爱检举的，伊看到伊拢会随检举，伊佫会讲等，我检举一下，啊，就摕出来翕相安尼。嘿嘿嘿嘿。嘿看方便点。阮兜的姐姐哈，伊拢是直接叫警察。哇，哦，嘿，迄叫啥？简讯嘿，嗯，内底全部拢是叫警察的，记录啊，嘿，拢是伊记录，行到倒叫到倒，这个佫会转，叫完1点钟以后，佫会转去看说警察敢有来，无来佫叫。哇塞，哦，安尼嘛是真认好真哇，嘿啊，阮兜附近的巷仔口拢就清气的，哇，哇，行咧，诶，警察好啊，有哇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有结果有迄落啦，有叫有用啊。嘿啊，不有效过伊讲是叫差不多1年了后，附近的人才知影讲遮袂当后袂听，后袂停。啊，这就是消息有放出去，就知影。嘿，哦，毋过嘛是讲遮真正会拢有人罚检举1年啊。哦，嘿啊，啊，迄是无画线哦，看着有啊，就是有，所以才会当叫警察啦。无画线有啊，基本无法度。哦，有画线，甲1年的时间，厝边隔壁才知影讲才袂当停车。嘿啊，对啊，就无生目睭啊，无生目睭就莫骑车，袂安尼。就黑白习惯啊。好啦，有效多，阮遮嘛足济，佫有足济，有即种骑车的人应该拢足讨厌的，就是有的迄个汽车拢会停伫迄个，就是停伫边啊，嘿。嗯，就是边仔照来讲，若无画线会使停一排，啊有诶汽车就是伫迄排诶边仔佫会停，伊可能是临时停车，啊伊就挡伫遐，啊通常都会去砸着迄个机车诶迄个上正边迄个机车诶慢车道，哦，记下都，啊，迄嘛足痛苦诶。嗯，欠检举啦，嘿欠检举叫警察啊。嘿叫警察，我是无遐骨力。叫警察咯，我是毋知影阮阿姊是安怎会变甲即款的，毋过敢若袂歹。袂歹，迄个厝边隔壁清气，就是靠伊来保持。嘿，对，真高，哦，所以恁拢有报警的经验无？报警的经验，无报无，我家己是无啦，毋过看足济啊，就阮阿姊啊。我无，我有，我累惨的时阵，啊，迄阵就是讲，因为迄算是咧上班的啊，顺续甲大家讲，因为你若是伫上班的路途之中去出车祸，包括累惨嘛有算，就是迄会使算是为着上班才受到的伤害，所以有的保险，有的迄个公司的保险是有付钱的，嘿。所以大家会使问家己的公司，就是若准伫上班的迄个路人出车祸的时阵，会使敲电话问家己的公司，这敢有保险？像阮迄阵有，所以应都爱报警。该是拢有，应该是拢有一般的劳工保险保险就有。哦，可能大公司应该是会有啦。有报劳保就有啦，应该是安尼。迄个拢伫萝卜内底，嘿嘿嘿，因为我原底毋知。所以你的当事人是涂骹。哪像是安尼写无毋对，伊迄单哪像是安尼写。嘿前阵我会知呢，我嘛有。嘿啊，迄单爱写。哇，迄毋是报警，迄是家己去警察局写的。哈，你惊去？我家己去，我就拄则讲的迄个车祸。就是卡登去迄摆，你惊去警察局？我互人知啦，我互人知去警察局去写。我想讲，我想讲真正用惊的哦。我是用惊的卡登淡薄用一个好。嘿，迄当时我的同事人嘛是涂骹。哇，对，就敢若查迄个无找涂骹做笔录尔，嘿，嘿，嘿，
嘿，涂骹会甲我讲，伊是我家己去弄伊的，毋是伊的毋对。袂使啊，爱检讨啊，涂骹伤骨啊，对无 ？Very good，才会倒。好无好 Very 笑 good，真赞哦！嘿啊，真正咧上班的时阵，就是因为阮遐是咖啡厅，啊，迄个涂骹拢会有水，啊，就会讲，迄阵咱像我头家甲我讲，遮会 good，我就讲嘿，我知 very good，伊就无爱插我， good 嗯，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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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你敢有互人洗头咯？无，是我要走，伊无爱互我走，因为我伤哇过优秀啊，因为伊介意你的 very good。应该毋是，改波，家己保袂臭车，嘿，是，无讲我较早累残，我是徛，因为我无去考奥多麦驾照，我徛脚踏车的。哦，吼，迄个时阵就是拄学会晓骑脚踏车咧摇摆，骑上紧，哦，结果我着迄是伫咧迄种布花边诶迄种公园，即侪人伫遐骑脚踏车迄种所在，啊，啊我着骑上紧过一个桥，啊落来的时阵我无启动啊，哦，结果着伤骑者伤紧落来的时阵，伊着爱转弯啊，但是我头一摆去迄个所在，所以我毋知影。哦嗯所以我 no，就跋倒啊，跋倒了后，我就是头着讲着涂骹嘛。哎呦哎呦，迄个时阵我听，因为迄个时阵是甲阮厝内底的人去的，我听厝内底的人讲，我搁家己徛起来，行去边仔搁坐咧，安尼啊。但是即段啊，会记伫我完全拢袂记进。哇，恐怖，哇，我一个亲戚就是我坐伫咧路边，嗯，安尼。真严重呢。讲到脚但是骑后来无脚踏无安车，骑脚踏车出车祸代志，我嘛有呢。哦，哦，我嘛是细汉时拄学的遐个时阵啊，我毋是拄学遐，我是高中的时阵，我要骑脚踏车去上课。有一条我逐工咧行的路，啊，毋过迄工毋知影我头壳是底啥，我就迄有一个下坡是安怎讲？哎，嘿，或者你就是要溜落来啦。嘿，要溜落来的时阵，我溜落来知影头前有一个山壁，我嘛知影我要倒啊，啊，毋过我就直直甲伊弄落去，哈，你伤忝啊？哦，我毋知影就敢若，因为我就定定咧，毋过要安怎讲？嘿，讲成困甲上袂5分钟才起床的迄种。哦，可能还袂精神，哇啊，嘿，啊袂精神，我就落落啊。人是无安怎，脚踏车嘛无安怎，就安尼甩头就家己伫咧边仔清醒一下，就去上课啊。嘿，哇，无哇，你无任何人情感啊？无任何人知影我伫咧上课的路顶出车祸。啊，即马咱知影，即马开讲就有20个人，啊，毋是12个人，嘿，不要紧，我大概拢知影阮爸、阮妈、阮婶婶拢毋知。哇，哇，这唔知，这淡薄恐怖呢，好佳就是无安怎啦，是无安怎那我哦有安怎就边有安怎无？山壁敢若是嘛是无安怎，伊个好好伫遐。呵呵呵，哦，老完怎即马就看袂着伊，好嘛是，老完怎即马伫遮讲话的毋是伊啊？安怎都就是安尼，我才袂当定定出门啊，出门就会出代志。哦，安尼是建议莫出门的对。因为较随意，嘿，无啊，咱人起厝，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安全，所以你若是想要有久长的安全，你就会当秘伫厝内。嘿，毋过厝里的漏水，对，毋过有诶人会漏，有诶人诶厝会漏水的对。你才讲厝里的漏水时，我的房间嘛漏水。啊，嘿，如何？你是讲即马闹？毋是即摆，啊，毋过落雨时阵就会漏水，哦，哎，就是真无爽都有快两个所在。哦，嘿，那么真无爽快。
对啊，有人讲你足 tough 的呢。嗯，讲你骨头长去足 tough 嘛是遮好行，无伊就毋知嘿啊吼，要毋知就袂听，知影毋知就会听。就袂听。看到空喙的时阵就会听，啊，我就无看到啊。哦，有时会呢，看到花的时阵才会感觉到。嘿啊，哦，啊，哦，对了，我伫动手术的时阵啊，佫是因为伤过紧张，血压着伤低，就甲医生讲，我敢袂当小休困一下。啊，医生就讲，你即摆血糖血压伤低嘛，啊无才有那红豆奶红茶，你要啉咧？啊，我就伫咧手术室内底啉医生的饮料，佫有即种代志呢。哇，竟然有即种代志，嘿啊，你会当甲医生讲我头型，敢袂当啉你的饮料，医生就会互你。已经较好哦。OK，迄是医生专工要传互病人啉的，还是医生家己的？医生家己的，伊讲这家己要叫饮料，嘿，因手术室内底面大家叫饮料来啉，佫是无糖的。哇，无糖啊，无糖的啉够好，对啊，毋是讲血啊，会啉够好，血糖无够，会疼啊，毋过无疼的，血啊，无另外加糖，毋过本来就有糖噶。豆应该是奶这种啊，豆奶可能有啊，哇，想讲巴萨无疼，巴萨康，我英语毋是介好，迄啥意思？你讲对一个巴萨卡嘿弓箭术啊，就是迄种啊，迄个受伤愈济就会愈强的迄款，愈强，用的，愈勇是，毋惊受伤，愈受伤愈强，还有做拍断、摔断骹骨颠倒用安尼，诶，哦，嘿敢若有淡薄仔伤，淡薄啊，淡薄啊。哦。哇，哇！我迄阵勒残的时阵嘛，是一开始拢袂疼，因为迄阵其实是足紧张，想讲要赶紧爬起来。啊，迄阵拢袂疼，啊，就是先家己爬起来了后，啊，车牵到边仔去了后，都雄雄的操作型的，都雄雄的开始会疼，哎呦喂啊，可能我会当讲嘛，我伊当时啊，嘛是像火箭讲的头足型的，啊，毋过边仔有别个工人伫拄仔伫边啊，我就互因扶过路边，坐伫咧伊的桶仔顶悬，水桶的顶悬，诶食因互我的金蕉，啊，哇，你是逐摆受伤都物件通食，我就甲因讲我头型，所以无你食金蕉，我就坐伫咧路边食金蕉，迄阵是你拄累惨，嘿。现在了的出差的人食金蕉，因为我甲因讲，我可能是血压较低，想要食一寡甜的物件，伊就互我金蕉啊。对你足好诶，系啊有，真味啦，嘿，哇！你头型拢每摆出代志的时阵，拢拄啊好有人伫甲我救啦。嘿，啊，安尼真好，袂歹，得当听。可能生做较高的可怜，我就是生做较古水，竟然是生做较可怜，高水高脸，较可怜啊。敢是安尼？那哦，真注意呢，你人生过来较精彩的，是啊，即摆较无出门，就无遐济好耍的物件啊，好耍，好耍。无好算的，好耍呢，会着伤呢。好耍呢，会听呢，我即摆讲起来真骨了好耍啊，别人无的经验。哦，啊，是啦，有做这代志，可能拢是发生的活过来时阵。就活过来就无代志啊。对，发生的时阵痛苦，啊，毋过过足久来看就感觉好耍。嘿，发生的时阵嘛是感觉食家己嘛真好笑，哪会跋倒？哪会跋倒？哪会家己弄山？
弄酸还真正有效。是是，我拢知影头前有啥，毋过我弄落啊。嘿啊，看到你也袂惊，你也袂想要弯啊。啊，就困去，用背应该是就是精神无好嘛。哦，恭喜恭喜。有啊，要困看到，醒诶。啊，毋过甲无看到差不多。嘿，对啊，嗯所以人讲疲劳驾驶甲啉酒骑车共款的一啊是，种状况。嗯，啊，困饱才来开车，对才来骑车啦。嗯，对对对，无做危险的。哇，惊死！但是有时阵真正是，就是头脑就已经拢无清楚啊，但是身体佫会家己咧叮当。嘿，听起来袂是公司呢。很需要。有一摆我甲阮朋友去唱歌，去唱暗时诶，啊，就是迄种半暝入去，啊，透早6、7点出来迄种，哦，天光才出门，才出来。天光才要倒去厝诶迄种对。啊，迄阵我真正是足爱困呢，结果我着敢若是哪咧拄久哪行倒去厝，就是无中央一条基地。要死我！足恐怖的。但是行，过马路我知影，我咧过马路，过马路诶时阵我个真醒诶，但是平常时咧伫咧边仔咧行诶，迄段基地我着袂记住啦。哦，所以是上危险的，爱看车的部分，爱看车的拢有头壳拢有咧叮有当。开机，哦，有开机，有好法倒是去睡就好啊啦。伫咧顶仔骹行路诶时阵，就是关机安尼。哦，省电，嗯，省电对，省电。头壳较巧，智慧型的。得讲是迄种身体记忆啦。对，那像有即种讲法吼，就是有嗯，一寡代志你做久，你的身体就会有自动的迄个会记忆。知啊，嘿，我就是身体自动记忆也袂记好，我就去骑车去上课。哦，所以迄个山壁就无，嘿，我山壁就地图未下载，啊未下载好。啊袂当落，嘿嘿嘿个咧 loading 啦。嘿嘿嘿嘿。竟然是安尼。凶悍。哦，恁拢无即款的，就是弄就想要困的时阵出门的经验咯。就是真醒的时阵，我哪会伫遮？嘿，哪会行到遮来？这是倒，我是啥？就是停，就是等红灯的时阵停诶，啊，理解啊，像讲再无偌久，结果当人顶的时阵秘一咧。这个车顶啊，行，你是讲赛车的时阵？骑车啊，骑等红讲灯意思啊？无共，因为我毋是赛中，后壁甲你搞拍。系啊。赛车是别人危险，骑车是家己危险，骑车较好。哦，我是停诶，我是停诶，毋是骑到中共性，我是停诶，所以无问题。有除非伊家己搞弄，安尼就是伊问题啊。嘛是，你应该爱注意着头前。嘿，伊敢若会当甲你扒。敢若甲我扒，无伊就换另外一个车道。啊，毋过你安尼讲，我就想起来，我捌看过有人，但是嘛是骑车的时阵，啊，有人伫我头前，啊，伊载一个人，啊，后壁伊载迄个人就咧困，啊，结果就困到要倒啊，所以就迄个无迄个平衡，啊，结果两个人就做伙倒伫我面头前，足恐怖的，嘿。无说你就该搞亏。有距离较远，所以是无安怎。哦，伊甲我无共车道，我伫较正边。对啊，伊遮个危险，伊是要倒我的时阵，所以伊伫上倒边。啊，毋过伊是我的时阵，伊就无平衡，所以就倒。恐怖。所以毋若迄个头前咧骑车的人爱清醒吼，后壁的人嘛袂当困哦。嘿，后壁的人我困过。啊，你敢无红咩？代志是安尼啦，迄当时我搁
搁伫大学上课啊，啊嗯，安尼放假的时阵，阮倒送就骑车来甲我载转去厝里。啊，无迄个路途就较远嘛，我就坐伫个奥多拜后壁，就要困诶。到转去厝里的时阵，阮倒送才知影我困去，后摆伊就无爱甲我载啊。讲你过甲伤轻松啊，是啊？伊就讲这危险，你想要困，你还甲我讲啊！我就想讲，我想要较早转去，你就徛你的，我困我的啊。哦，嘿，哎迄届了后，阮爸就无爱甲我载啊。呦，我惊死！对啊，我嘛是感觉是可能捌看过的人，可能袂感觉讲做危险，啊，毋过因为我看过有人安尼倒，所以我都毋敢。嘿，嘿，真的嗯惊死！就想过了，也是知影真危险啊。毋过就是想要困的啊。哦，知影是一项代风吹志，嘿，风吹啊，就舒适的。做好困这是另外一项。嘿你讲的我拢知，啊，我就是动袂掉。嘿嘿啊，哦，哦，素上嘛是，啊，即马感觉讲到即马危险的代志，我哪会拢做过？哇，哎呦，好，夭寿哦！我都摆摔过，脚踏车摔过，困去嘛是困过。惊死！夭寿，你的血足高诶，嘿啊，我刚才是行路行到，应该是无行路行到跋倒啊。惊无咯，。若是哪困哪行路的时阵，就是会有即种有人甲你带转去厝，踮伊着到厝的感觉，袂嘿歹。啊，嘿啊，袂歹，我是捌试过啦，安尼袂歹，安尼足恐怖的好无？这长片嘿，断片恐怖的恐怖。啊，毋过我那像嘛捌断片过，啊，毋过敢一摆，应该是伤忝压力伤大的时阵有，嗯，啊，毋过平常时无，因为我会惊，正常是爱惊啦，爱惊啦，爱惊。正常是爱惊啦。我断片的时阵，昨啊，长昨啊，毋过是伫咧厝里啦，就伫咧厝里啊，开咧电脑想要做代志，啊，毋过伤忝，就坐伫咧眠床顶，敢若暗时7点的代志，搁醒起来的时阵是2点，哦，啊，你这个就是坐咧算迄种迷一个的 game 啊。哦，我是想要做代志，足危险的会 game 拢着雄雄着毋知人安尼啊。嘿啊，我就坐咧就无去啊，哦，所以你原底是坐咧，你无想着你会困去啊？嘿啊，哦，我记是记你拢讲诶，有一种 game 足刺激诶哦，就是你莫设定你诶乱钟啊，嘿，不要设闹钟，然后你毋知影你是5分钟了会起来，还是5点钟了后才会起来。这伫迄应该个拢是5你有代点志，钟啊，有代志要做诶时阵会搁较刺激。迷一个，理解。哦，我想袂起来，我通常时拢会设定足侪乱钟啊，因为我拢足惊代志做袂了诶，我毋敢耍。啊，毋过断片就是你无意识的时阵啊，就是你嘛可能你即马伫咧甲咱讲话，你就困去啊，迄种。对，有伤忝的时阵，有当时也会安尼。嘿啊，我懂。你讲的是迄种连你困去你都无意識着，啊，你就雄雄嘿啊，那雄雄3點鐘，就雄雄跳3點鐘安尼。嘿啊，嘿，我感觉这种感觉足恐怖的呢。即个时空旅行，嘿，对啊，拄着迄 King Crimson，时間互消去。昨晚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，5点钟就无啊。嘿，哦，大家拢做忝的呢。大家应该袂讲定定安尼啦。嗯，当时啊，
所以工课较济的时阵，对，也是。我进前较有咧接 shorts 的委托的时阵，我就发现一项足神奇的代志，就是我若迄礼拜周表吼排甲愈满，啊，毋知影是安怎排足满的时阵，就会雄有较济人来委托，才挡袂掉。啊，排较少的时阵，就拢无人客。嘿，哇，咱呢就你是爱摆较还是无爱济摆咧？来较济啊，即摆是排较济啦，就想讲，想要赶紧迄，毋是讲有人要看啥物 ABO。对啊，哦，我规礼拜拢挂伫咧台多，谢多谢多谢，有我后台有看到迄个时数，真正加足济，多谢大家。是哦，对啊，我就想讲，看敢会当8月的时阵，赶紧甲伊迄落啦，甲伊收他一 ABO 波。你是要写你甲像，你甲你家己？我未决定呢。其实我心内已经有人选啦。哦，吼，啊，敢莫即马讲？敢买吧，袂用买啦诶。买啦，这看你啊，还有一个有迄个 surprise 的神秘感，对，神秘感，对啊对啊。神秘感。你即摆讲出来，嗯反正讲surprise 迄那个洗手诶，都无啊，人都讲哇啊，我无会想要看庆关，会称甲搁较悬。啊，我无把握。毋是哦啥物有做伊利甲思思啊，我毋免参与哦。安尼呢？你嘛是要啊？有诶啊，毋是啊，大家就是爱看我痛苦安尼，我是毋是一定爱参与？系啊，主角就是大家就是爱看我写我家己，做甲你家己会甲家己写做是 A 还是 O？我还未决定。哦啊，哦你有想法了？哦，我毋知，我嘛我无确定毋敢讲话。。我是感觉家己甲家己是不了趣味啊，你有咧的啦。看即种最诶？深的啊，嘿，水水生啊哇哇，对啊，哇，迄是爱会晓影分身才有法度是啊？就是无一定啊，加一个，你会加一个。当，你会现在当，真高深，就是你为别个世界来的嘛，哦，对，嘿啊，平行世界，哦，系啊灰，色的人凊彩形甲妖怪形体，啊，毋是，嘛无一定，毋是讲迄平行世界诶，迄个共一个人出现啊。有诶是讲互相看到就会消失去，啊，有诶是讲迄个吸到就会消失去，啊，毋得注定会消失去，你即摆咧写 APO 擦擦的，都会吸到呢，一定会懵掉呢。紧来 ABO 的世界，啥物拢会当发生。哦，我讲迄即马拢还袂有一个定论诶，啊无人证明啊，你就在你写，啊伊就讲虚构诶，啊，我就写即种诶好啊，我就写讲哦，要创啥创啥，啊，懵落就啊，两个人拢无去啊，免看。哇！啊，你这是咧写啥？你这是这无爱滴啊？是毋？毋敢，讲起来，毋敢安尼写啦。我要是需要洗手诶，拜托。哎，你这哎，哇，你是不爱会玩啊你？无啦，讲笑诶，救命！啊，恁敢有人捌写过 ABO 诶？写是毋捌写过，啊，有咧看？到，看都淡薄仔看啦。啊，毋过平常看较济也是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，哦，你嘛爱看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哦？毋是直接诶迄种诶，就是较什么青百合。哦，是讲可能是朋友，啊，可能毋是。嘿，我就介意迄种敢若有敢若无诶物件。无爱遐尼明诶，嘿啊，毕业拢嘛是共款啊，较介意迄种敢若有敢若无诶。好，安尼会使行来看我迄台，就是你嘛是敢观若有敢若众拢讲无？有，我拢讲无，安尼嘛是哪像有哪像无。哦，哦，耶！对啊，四顶价迄个，四顶价 ABO，四点给啥物？薛定谔，哦，四
四重安尼讲诶哦，四重价。哦，照读照汉字读是要他还是四边贵啊，四边贵，四边贵啊，迄字是四无毋对。王宝钏啊，四边贵王宝钏，哦，你平常哦是四重价啊研究，搞诶，我教念呢，我教读呢，好啊，大家最近敢有啥物想要宣传的代志？想要宣传诶代志。你迄个八月无效率，九号是咱佑星诶生日，其他诶我敢若无啥会记得啊。嗯，是讲8月29是无嘿啊法效率8月啊29迄嘿，二九毋是二八，我家己记毋对。他你卡有补充。好，哦，就交互伊啊。哦，我遮哪像无啥物要宣传的呢？我就是后礼拜继续开台后礼拜回顶我后一台就是拜一暗时10点半会甲莫非来继续这个深 V 话题转盘，会来开讲的对。哦，这系列足好耍的。哦，大家若我感觉我有生智慧出来。回顶就是来看我甲来宾做伙骂人，还是我甲来宾相骂，其中一种，其中一种嘿是。敢无互补，互相甲互相对方补，敢无嘛小可有啦，小可有即个成分啦。哈？就是讲哇，我感觉你讲的足有理的，安尼就会互相补者。情绪价值，爱，一定爱。陆山有啥要宣传的无？目前无，你的大 podcast 概加了安怎？大家使来我的推特甲我说。完全无要回答的。我加油啦！我即马等下加我抖音画好啊，但是我真正是加片着足行难的。现在做忝的啦，有影啦，有影。系啊，图逐摆拢是我图出上紧但是片就是嘿，搁来小等一困啊。好，安尼麒麟鹿敢有啥物想要宣传的代志？我进前有先准备一个生日的歌会，但是迄当阵破病，所以未实现啊。我煞来个找时间再个实现，未决定啥物当时，啥物时阵呢？嘿，开伫就是生会唱歌，日的歌会，嘿，开伫就是会唱歌。对。伊唱歌好听，有爱听的，有爱敢会唱台语歌啊？敢有先安排歌单？迄天的无，迄天的是即摆生日的是毛不易的歌会，有主题的，主题的歌会。有爱听唱歌爱去。你毋甘嫌啦？无，真好听，真推荐互大家听。安尼，土山仔的物拢真够唱诶。我是土山仔上袂晓唱的一个，谦虚属实。愈谦虚好。好啦，安尼咱敢是甲大家讲再会。伊哦，哦，伊头拄仔无意识到迄是日本话。安尼大家我讲着就想诶着，嘿，这就自然的就自然就出嘿来。啊，嘛是，我有时仔话讲诶，就台语就走出来。哎，我懂啊。
8月9号生日的佑星伫咧聊天室内底，哇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生日乐！快乐！干嘛生日？后礼拜生日快乐！快乐！就是生祝你生日快乐！日，袂啦，佮一礼拜啦，好啦，时到才唱，时到才唱。伊甲我唱，应该是录音传互伊。哦，袂歹呢。录音啊，伊呢？伊呢？伊呢？大家拢学会晓啊，伊呢？伊呢？安尼难得，人讲再会啊。拜拜拜，再再会。会。再会。